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到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我的主，哦。
显明你的爱，奇妙处，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要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处，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要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诸天深海，要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要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
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靠主耶稣圣名吼，嘿，第63首后壁面63首吼。嘿，咱唱台语就好吼，这首歌唱台语。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咱得较为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咱得较为得胜。耶稣圣名大权力，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得较为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咱得较为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咱得较为得胜。耶稣圣名大权力，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得较为得胜。耶稣圣名，耶稣圣名大权力，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得较为得胜。来，我们来看前面哈，前面的第70首。啊，这条可能是新歌哈，啊，但是这条歌真水哈，啊，伊个讲起讲每一日，每一天我们每一日哈，逐日，咱得爱恳求主3项事哈，就是爱安怎，爱搁较认捌伊，爱搁较虔诚听伊，爱搁较滚对伊，吼啊，每一日咱得爱做安尼事吼，这真水的一条歌吼。啊，咱敢有听过？这条歌敢有听过？毋捌哦，但是这牧师伫长春诗歌内面看到讲，这真水的歌啊，歌词嘛真有意义哦吼。啊，咱先来唱华语的好无？华语伊的歌词，咱嘛看会较熟啦吼。好，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拜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来，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拜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台语的来，大日主啊，我恳求你3项事。搁较亲近捌你，搁较虔诚听你，搁较滚我滚对你，每一日，大日主啊，我滚求你3项事。搁较紧遵也你，搁较虔诚听你，搁较滚我滚对你，每一日。逐日咱拢着主恳求3项事吼，搁较认捌你，会当搁较敬虔来听伊。
吼，搁较近哇近对伊。这首歌吼，牧师嘛鼓励咱主日学吼，会当来学吼，真短啊，但是伊内底讲到咱来就近主的人，咱就爱学习这三项事。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学习，当阮来亲近主你话语的时，阮会当搁较深入捌耶稣基督。主耶和华上帝，你听阮的真意。主，阮要搁较深来认捌你，阮嘛要搁较敬虔来听主你，阮嘛要更加。当阮来亲近主你的时，嘛学习来近对主的脚步来行，互阮每一日拢享受着上帝你的平安甲快乐，互阮伫逐项事、逐款代志，当阮拄着无相款的人，阮的心拢悠然欢喜快乐，会当甲人三甲来亲近上帝。阮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牧师后壁这有一个布幕吼，嘿，毋是因为咱会做，咱若等去看迄直播，伊即马来做一个桌布吼，咱有无相款的背景吼，会较水吼。好，安尼咱今日来看《使徒行传》吼，咱今日来一起来领受圣灵的工作吼。那这个功课不容易，那也是我们在认识上帝的话语里面哈，要了解圣灵的工作是最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课哈，其实我觉得很有意义哦。好，来，我们一起来，我们今天一起看到第13节的就好了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看，让这位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看第2章。好，《使徒行传》第2章哈，拢很屌哦。来，咱这位来看。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先到这边哈。好，牧师要问咱犹太人因有3个一当内底有3个节期，重要的节期是哪3个？是大辽，来大辽节，还有啥？大辽节叫祝棚节啦，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原因？祝棚节嘿。就领控要到，对，大辽节，来咧，大辽节来咧什么节？搬过节，就逾越节。那逾越节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要灭埃及的灭埃及的长子，对不对？所以让犹太人、以色列人，让他们有一个印记，记得上帝要救他们。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那也就是所谓的七七节。
那五旬节呢，也就是逾越节之后开始算起，迄个主日开始算起，多50天，吼50天，多第7个主日的隔一日，吼第50天就是五旬节。啊，这一天五旬节也叫做圣灵降临节，嘛是咱今仔咧讲的圣灵降临节。好，安有了解啊哈？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哦，哈，注意哈，你们现在注意看哦，是都哦，门徒都在那边哦。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了下来，对不对？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好。所以呢，这个屋子哈，原文哈，其实是圣殿，好，所以这有可能是在圣殿的某一个角落，好，不然门徒那有聚集的港节的所在哈，所以呢，这个圣灵，好，这个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然后突然间有这个声音声响，然后他们就聚集在那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对不对？好，然后呢，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好，意思因拢有领受到圣灵吗？对，他们都是领受到圣灵哦。然后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来探讨一下哈，到底我们福音派的跟这个什么？圣灵这个灵恩派的好，我们都时常在讨论这个，可是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到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领受圣灵？我们长老教会有没有在领受圣灵？好，然后我们每次只要遇到这个话题总是会怎样？无解或者是无言，但是其实咱是爱来看圣经来的好好了解，安尼咱可以让真实。对，咱都唔知要让人讲有当时咧，咱家己咱的。信仰内底，咱嘛唔知到底是安怎来追求，追求圣神的充满是何等的要紧，好我先讲一下，对这个五旬节，五旬节其实伫迄当时，买当讲叫做收割节啦，收割节啦，那收割节头前其实嘛有一个叫做出手节，出手节就是讲当啊熟但是。伫犹太人因咧譬如讲这出手，收割节、出手节的时阵，其实嘛是咧代表是耶稣。第一个收割的季节就是耶稣，割活嘛，对无？那像迄生命当啊割活有无？迄个当啊成熟的一个季节。然后呢后壁有一个预表，你若有机会你去看圣经的我会记是利未记内底有咧讲到，讲到因这个收割节的时阵，其实包含因必须爱，迄叫做米嘎，他们好像要献一种祭，献2种祭，一种祭叫做就是本身的犹太人，另外一种叫做外邦人的，所以因必须2种的嘎，2种孝，那代表也是收割，但是呢，他们的孝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什么他们有孝？无孝跟有孝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有孝。假是咱人是活世间，所以有受到世间的影响，有假有孝，这个假无有这个假有影响，对，所以这是让小可互咱了解，就是讲收割节其实因有2种，因会有献2种饼，这2种饼的意思就是这种的意思，一个犹太，一个是外邦的教会，代表是外邦的教会，所以因咧献祭就是安尼所以咱头拄看到第3节，咱先来看一段圣经再好不好？咱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信徒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圣灵是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圣灵，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概念12章11节，12章13节，我们先看13节。咱头拄咧讲到讲，不管是灵恩派所讲的圣灵，跟我们在讲的圣灵，到底圣灵有没有差别？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好，来13节说什么？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还了解只有一个
圣灵就只有一个。好，因为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哦，不管你是好嘢的、善家的，还是做萝卜的，还是做头家的，拢干有一个性情呀，只有一个圣灵。身体就只有一个，成了一个身体。注意哦，我们都是成了一个身体，就跟教会一样，我们大家都是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一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好，我们再翻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第3节有讲到，第3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来，你们来想象一下，什么意思？你们先说。可能是那个火应该像舌头。火形像水喙子。像喙子。但你到你心灵就圣灵充满了。伊是一个比如讲，迄个火就是讲，讲喙子，对嘛？迄个火都足炎点了，迄个而且从咧走嘛，走就是从咧去。其实不是啦，其实讲出来的话会刺激人。好，也不是啦，但是有快提到了，就是讲话。那这个火这个舌头因为我看有舌头也有火，对不对？舌头原文我可以查克，舌头它实际上是复数。那舌头是复数，代表是啥？很多人。那火呢？会是啥？会的是它是单数原文是单数。意思就是讲性情感动的火其实跟它一种，按照都有讲的性情跟它一种。所以按照这个火，它是单数，这个火单数象征的是上帝的同在，它是有办法让人在火当中是燃烧起来。所以咱来看出来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哈。好啦，咱来看圣经啦，咱看提摩太后书。你咧讲的是伫西奈山。西奈山迄嘛无唔对，迄个气皮互火烧袂尽，有无？所以其实圣经内面讲到火拢是有特别的意思、性情、感动。伊这意思就是讲，迄个火像支持头，安尼走来走，伊内面的迄个厝内面走。唔是安尼讲，因为我会感觉讲，咱来探讨伊的原文来，提摩太后书1章。1章6到7。咱那边有我没有说到，没有这一点没有，现在绕高题。我们现在直播上面都会放上去的来1章6到7我们一起来看。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所以性情会亲像火无？会袂？会嘛？伊才有讲到嘛？那个。再如火，那像个火挑旺起来。所以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我记得提摩太的同工，还有这个会宴小组，我们有去参加这个培灵会，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被圣灵感动的人，跟我们都是信徒，其实没有差别，但是有领受到圣灵，他们对于那一种圣灵的感动，跟我们所体会的圣灵的感动有差别，对吗？没有对错，但是是有差别的，对不对？还了解我的意思吧？那你会发现他们的口、他们的舌，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恩赐。他对我讲的这个啥，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有没有发现？我说这个舌头是复数意思是说他们很多人都有领受懂我意思吗？我上面不是有说门徒都聚集，有没有发现？这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感动充满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好，但是呢，
又有舌头，不代表都有，还了解不？是又有，不代表都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还了解不？好，你要了解哦。所以一个会讲方言，无讲方言，会讲方言跟无讲方言，都无啥差别，还了解不？你比如讲啊，你袂晓讲方言。啊，你无信心充满，还了解我的意思啊？我现在要让你们分辨哦，圣灵充满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圣灵的充满，但是说方言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这样懂我意思啊？所以那天我们也看到有人，他还没开始这个呼召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人就冲上来就在那边，他就开始在那边抖动了。好，那我也认同他是被圣灵比我们更多的充满，也有可能的。那不代表说，这是上帝给他的感动，跟给我的感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后甲教会的牧师跟牧师娘，当那个牧师在好用气这样在呼喊的时候，有人就是马上顺服，有些人他是没有马上到的，都有。好，所以这些都只是一种现象，但不代表一定，我也要这样。是。如果在当时他没有要倒下去，但是我们说这个领导者一直要他。可是我觉得一个牧者他可能他不会强迫他，至少他会知道说，因为也有可能像我是牧者，如果我是那个呼召的人，我会看这个，有些时候是因为心刚硬，这个有没有可能？有啊，这个来的人，我说我就是不想倒了，你想怎样？对不对？可是他这种心跟牧者的心是不一样的，对吗？牧者他希望你顺服，让圣灵来充满你，让你顺着。这真的，我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这种我的传道人，他就带着我去台上，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邝建雄，是新加坡的，然后他那个牧师他就来呼召，哇，那个时候气场整个大家好恐怖哦！一开始我是很害怕，可是当我全心的放下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那种一倒下去的时候，我自己不管了，我就倒了。那个感觉是整个头皮发麻，然后整个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把我心里面那个老我那个很刚硬的自己完全放下。”那真的有差别。所以呢，你要说要不要倒跟倒不倒，我觉得也没有差啦。但是在于人的心，不在于那个牧者啦。他哪不倒了，心的原因。我只说这是一种情况，但不代表他真的就信念。他们怪你，哇，那我怎么也困不住，要困，意思是这样嘛，对吧？可是后来其实还是倒了。后来就倒了，对，而且他自觉的倒。对啦，不自觉。我女婿他是放热的他不会放开水，对，他是没有那个倒的。对呀。后来他就假装，所以啊，你看，如果他假装了，假设他假装了。请问是牧者的错还是那一个人的错？不是错，我说问题，这样懂我意思吗？生命的本质还是在于自己，对不对？跟牧者没有差别，因为牧者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他只不过带着受上帝的圣灵的感动的差遣的呼召，他去做这个动作。无要紧，咱今仔日咱紧来看好完，因为足侪段圣经，我要带咱做伙来看。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其实咱才多看的提摩太后书1章6到7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圣灵的火所挑旺起来的生命，上帝会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会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这有足侪现象啊，就是讲圣神的感动。我们除了要追求方言恩赐的能力，但不一定要有。但是，假如你有的话，绝对有办法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后半段，它会成为一个见证，它会成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现象。因为你原本不是那一个族群的人种，可是你却能够讲起那一群族群的相谈，你敢是这个新呀？是嘛，所以其实因咧追求的是这个物件哪点，所以方言不是拢有，不是大家人拢会有，
所以呢，我们可以我们刚刚看到第二个部分哈，第二段圣经节，所以人被眺望起来，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刚刚牧师有提到，他的生命是会刚强的，不会做一个无修无令的信徒了。好，咱来看启示录3章，启示录3章哈，对哦，这有在看圣经哦，3章15、16，好，3章15、16節。好，咱对14節遐看的哈。那位阿門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門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注意哦，这种信徒啦，做生命中规中矩，无烧无冷哦。你不是讲中规中矩唔好哦。有当时中规中矩吼，伊也是无烧冷无冷哦。真正呢，有时我嘛有影呢。有当时你看一个人哦，伊安尼做冷淡的，你会当看出伊生命问题哦。伊会知影讲，某咪人，我甲你讲，我来为你祈祷好无？你心内咧有出啥？好，我甲你讲，安怎？像昨吼，咱的一个学生，我无事就看伊怪怪。问一下，伊拢讲没有带。怎样？消极，冷淡，突然间我觉得这不对。问了以后，他就说把他心里面话讲出来了。有的人迄那稳定，你敢问啥？讲OK 啊。事实上，你拢唔知安怎甲伊关心呢，对吧？信徒有当时安尼嘛，对吧？你也看伊也关心，讲OK 啊。但事实上，你也感觉无烧无意思，讲伊的生命他是没有没有那种经验的。经历的，好，所以圣经里面伊甲咱讲哦，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意思咧讲教会啦，咱教会内底的信徒，好，信徒咱若真做一个无烧无冷的，有当时咱无法度当成就上帝的救恩哦，所以我感觉上帝伊要做工，他不是单独做工的。上帝，你觉得上帝要施行神迹奇事，伊要行入什么人的身上？来看我遮，上帝要做工，要行神迹奇事，伫咱的信徒的生命，伊要做伫什么人的身上？对有，确实有一个企图心，我想要得到热的人，无搁啥？冷的人，咱加减咱会甲伊讲，来，我带你来相信，来挖靠这个上帝。哪无烧无冷的？这我知影啦，这安尼就好啊啦，有无？这种的人，你会感觉较歹带袂？是啦，其实这种人是较歹带啦。所以咱来鼓励，咱来知影，上帝救恩，伊要听咱人，是因为咱要有信心的行动。咱信徒哪拢无信心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你觉得上帝的救恩会临在你身上吗？不会哦。我们的生命就会时常活在是批判里面，这样不好。我觉得无修无令信徒通常拢是做爱批判，了解我的意思吗？很爱批判的信徒，我们要小心，要提醒他。我宁可鼓励你，我们一起来做工。无你就安怎？你就你做需要，我要传你祈祷，我来为你祈祷。好，所以呢，咱再来看一个，罗马书12章11节。你们觉得我觉得属灵的路上我们在这个，我们先来看好了，12章11节。书道后壁面，12章11节。
咱对第10节第10节，第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爱服侍上帝，所以咱想那讲，咱想那恁基督徒拢爱服侍上帝。来，现在放下来，我们分享一下，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服侍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要我们要服侍他，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讲恁的上帝都叫灵力，干嘛搁爱咱遐服侍？你了解，那个角度无啥想，有的人他是这种认知。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要为什么要服侍上帝？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无修无令是同款意思。你敢知影？咱属灵的路上就好像你有听过一句叫做“逆水行舟”。逆水行舟后边迄句叫啥？不进就是退。你水嘛，你水安尼来啦，对你安尼来，你安尼逆水安尼咧行。请问你唔是进，你就是拼命过水过去头前嘛？无就是安怎叫流去嘛？敢有可能你也维持伫遐？不会。我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也是这样，不能只有站在那里，无咧行。你袂你就进前嘛，无你就退步啊，退步咱就安怎较自觉的嘛。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咱头拄有咧讲到，咱有一个东港来，伊咧甲咱讲到讲咱的致命伤嘛，咱较自觉的，无要紧啊。好，多谢你甲阮提醒，我来听看卖，这是要安怎做？哪会使？阮若请阮的牧师来甲阮大家兄弟姊妹来甲阮教导一下，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态度啦。我觉得咱就是无人会晓啊。人是信徒，人就会晓安尼，咱是无法度。所以即摆牧师多题外话，讲着讲，即马咱会当得到种，即马有一个王雪红基金会，因为威盛基金会会当来帮咱弱小的教会，有一间教会大教会大东村教会，因本身因嘛领受着即个奉献，因嘛要来做。你嘛因讲啥物？因讲若如果有地方教会，咱有人力的欠缺甲需要。咱会当将人带去遐，训练了，他们做伙训练了，转来嘛拢会使。我感觉讲教会爱有这种的心胸啊。咱的心胸就是安怎？咱还阁无够开阔。当咱有这种的人，咱爱开阔讲，多谢你，你安尼欢喜，甲阮分享，对无？咱毋免，因为咱毋免惊歹势啦。咱人若惊歹势有当时咱是安怎？我们是停滞不前的。所以属灵的路上，我们不要做一个停滞不前的，我们宁可要火热的服侍主。这就是今天我们圣经节告诉我们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我们再翻回来好，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等一下好，我先讲一下我们刚刚看到1到第4节里面这些圣灵充满是所有的人吗？是不是？他们都是圣灵充满。是啦，是所有人啦。好，所有人都有圣灵充满，但是有没有一定都会说方言？第3节是不是说又有没有？他不是说都有，只是有部分的人是会有领受到说方言的恩赐能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恩赐的种类。我们这边也顺便来了解一下恩赐有什么种类。你必须要了解恩赐种类，你才会了解性情充满、讲方言。咱常常拢伫讲方言跟性情充满的内底咧安怎混淆，对吧？好，我再说一次我们时常在圣灵充满跟说方言的恩赐上会混淆，对吧？好，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有看到12章，
12章吼，咱来看12章的第4节到第11节。嘿，这里有这节说明啊哈，说明恩赐跟圣灵的差别。好，分点哈，恩赐原有分别哦，圣灵却是什么？一位。所以我们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好，每一个人都一样啦，但是恩赐有差别，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差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不，又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好，又叫一个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译方言。好来，安尼爱了解无？所以伫遮伊讲到性情充满有重要无？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再问一次。我再讲一次哦，所有的恩赐的分别，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哪里来的？安尼了解无？好，再问一次啊哈，来看我家哈，我们再统整一下。圣灵每一个人领受圣灵有没有一样？圣灵有没有一样？有啦，圣灵是一样的，对，恩赐不一样。然后有人说，那你说的那么多恩赐的不一样在哪里？你可不可以翻圣经证明给我看？请问在记载在哪里？几章？12章4到11节，你知影无？好，爱了解吼。牧师，你一个人，你囝仔知影讲，已经受到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了，咱头拄看到迄个啥？你袂使讲有顺节啊，像咱即摆时代啊，你咱逐位做一个点对，你被圣灵充满，你家己敢知影讲我是被圣灵充满？这多重要咧！你袂使讲伊会渐反然哦，会倒来，迄就是圣灵充满。迄有倒惯势啊，你有只倒来，是要圣灵充满。我甲咱讲吼，他拄仔咱看到吼，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吼，是要叫人得益处。如果伊家己性情充满，对伊来讲有好处，你嘛袂使讲，伊也毋是性情充满，敢毋是？我是讲伊感觉，我对啊，我哪知影？我即现在哦，已经圣灵已经咱充满，伊家己本身家己会真了解。你是啥？伊的感觉是安怎？伊的动作是安怎？伊哪会知影讲我现在已经受到圣灵？这我无法度来解说。我刚刚甲你讲，你要亲身去体会看卖，你就当理解。因为我感觉讲每个人一定受到圣神的感动，迄伊的感动，亲像是遮所讲啊，会当互人得到利益啊，对无？伊感觉得到好处啊，吼，伊嘛有智慧哦，伊会开始变了有智慧的言语哦，吼，伊嘛有为人讲有才华的言语啊。所以咱礼拜日吼，伊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对对，伊若知影心内想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是爱来吼教会聚会哦。对。迄阵伊心内就是圣灵感动啊，若无感动，伊敢想要来？你本堂来点，我想咱来遮，伊就是有圣灵感动，伊毋这样想讲，我这个时间就是敬拜时间，我就想要来。即句话阮爸爸也讲的，讲哦，有想要来教会啦，就是伊迄个时间，组织的时间，就是伊有圣灵感动，就来教会聚会，伊都佚佗落。我刚才会当讲，迄是一部分啦，对。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伊来到教会，咱嘛拢知影，有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伊有想要去领受圣神对伊讲的话，佫无共款。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是一部分啦，对。伊愿意要来教会无毋对，但是咱的生命，咱着爱佫更加谦卑顺服来领受，安尼较好啊好啊。咱在做啊，咱主日啊，咱9点你就8点钟，
大家心内是讲，我这个时间哦，就是我一定来教会。是。迄阵哦，迄阵哦，就圣子已经感动咱了，讲这是咱的职责。足简单的，性情充满，我会当肯定每一个来拢有这种性情的感动。但是咱要安怎鼓励伊，会当亲像咱头拄所看见罗马书，保罗所讲，爱温群，做工服侍上帝。其实每一个人伊讲啊，我都食到这个岁，我的年纪，我的体力有足侪部分伊无法度，无毋对。但是咱会当做无相款的工课啊，咱教会有真侪工课会当做啊。所以咱要安怎，互咱的教会会当变成一个大家互助的团体，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带导。恁敢有想要看到这种愿景？还是讲你只要看到有个人，伊只不过就是讲，就安尼到老啊，然后就来参加礼拜尔。咱的教会就是安尼，大家来参加礼拜，啊做工的就是迄几个。这嘛是有啊，咱即马就是安尼拿定，嘛是有啊。但是我感觉我看到毋是安尼呢，我看到正常的教会，搁较好的教会毋是安尼呢。一个成长的教会是伊是传福音的，啊看到人迄交态热情，迄无共呢。所以我觉得牧师都会这样看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种更远的愿景。啊，你若要安尼嘛是可以啊，但是有可能变成咱有可能会亲像圣经内面迄个老底嘉教会啊，无烧无冷的教会啊。圣经有讲啊，16讲啥？要甲你推出去呢，无爱有你这边呢。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咱世界人伊知影，伊本身一个基督徒啦吼，迄人吼，无一定伊头礼拜拢去教会做，伊教会做礼拜，做礼拜。伊做占一半时段。因为像咱台湾啊，你所讲的讲迄阵，迄个7趴对不对？即摆算3.5%啦，啊一半已经无咧做礼拜。是。对啊。对啊。所以咱爱搁较努力啊，努力去传福音，去找到遐个移民，那算是迄个疫情之后的基督徒移民。所以你若讲我来，咱搁来看一段圣经节啦吼，《罗马书》12章第4节甲第8节。第3节伊有讲到讲上帝伊所赏赐互咱的这稳定是按照每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对吧？会当来得到，对吧？按合乎中道嘛。但是第4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我来讲，他拄仔毛长乐讲的，既然圣神会感动人来得到伊应当得到的恩赐，对吧？啊，伫遮嘛有讲到啊。温数，逐个人的分数所领受的嘛无相款。其实圣经上我看了我足教。是。你袂使讲伊咱一个团体，伊作息哦做啥物工作？伊都传福音。对。即卖硬要叫伊嘛袂使。对啊。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传福音是一个使命，但是如果亲像毛长乐你头拄所讲伊若连伊本身该做的工课，伊都无法度通做出互的感动，安尼意思是啥？意思伊失去上帝互伊的圣神的感动，应该得到的恩赐啊。咱来讲，伊就明讲遐落，伊来礼拜四来，伊就是要放大靠对不对？伊的心就是讲，这就是讲，我做爱做你工课，这我的工课。啊！你要叫这个人去，所以啊，就像咱咧看到这兄弟，我拢甲鼓励，我讲真好，感谢你，多谢你，但是咱就爱鼓励讲，伫伊家庭的内底，咱彼此的关系嘛是拢爱安尼啊，对无？虽然伊有可能某一寡歹习惯，但是我感觉讲，咱人甲人的中间，无论翁仔某，
咱嘛是爱有这种的关系。来到教会，咱嘛相款彼此鼓励，因为我唔知影，有当时咱倒去厝里，人安怎咧，咱安怎咧制接，我唔知影。上重要是咱家己本身，咱的教会安怎咧教育，安怎咧培育咱的信徒，这就是讲咱爱互一个正确的管道啦。咱的教会就是爱培养出好的文化管道，让信徒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我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造就。是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吼，一个翁仔某啦，是一个做长老啦，一个做某做校长吼，因饲的囝吼，其中有一个同性恋吼，你要来讲，伊这是一个基因的问题，但是我是感觉细汉的是因老爸老母对伊的教育都是有问题啊，你要讲基因的问题，你要讲基因的问题，即像即款，像即款家庭。基因啊，伊的基因就是我出世就是同性恋啊，对不对？但是这人阿某是伫教会当面种植呢，种植的是伊相信伊这种信仰对囡仔教育做好啦吼，做好的是，迄是咱无看啊。若像这款这款的家庭啦吼，你讲无相信讲因的教育非常好，但是都是出人都。我感觉讲咱人讲有限啦，教育好歹真歹去定论啦。吼所以上重要是咱要安怎活伫圣经的话、上帝真理的话，咱要安怎活出这款的生命。所以我是感觉讲你咧讲的比这如吼，我是感觉讲，当然我唔知影咱的会友有安尼无。互阮的人无，若有安尼人有需要，我感觉我嘛真欢喜，会当甘伊做伙，咱带伊祈祷，带伊的亲人做伙伫祈祷中领受圣神的感动。我相信上帝自然会甲伊讲啦，甲伊讲话。少讲就是我生来即款个性基因问题是哦，迄个我当改变哦。你是要讲这个对不对？其实我会看这个人，伊有愿意想要继续深入落去，若无伊无想要继续深入下去。若莫去伤害到人，我嘛袂甲伊讲伤济，因为伊家己知影，伊若认为对，伊若认为讲会当得救，伊就安尼行嘛。咱只不过是甲伊讲但是你爱放伫祈祷中，这毋是照你家己的意思哦。若是上帝意思，咱这是确实咱爱去追求的，安尼就好啦。所以其实咱嘛无法偏中人。所以上重要是咱该讲去讲，安尼就好啦好，无要紧，因为这是一个足快的问题咱较个有机会再来讲。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下面可以从第5节开始之后呢，第6节这声音一响之后，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你有没有发现，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有没有发现这里不是所有的？有没有？并没有所有了好，但是呢，都惊讶稀奇的说：“看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所以从第8节到第11节，特别是11节，你有看到无？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好，我要问咱当咱去参加一个培灵会，咱看到一个安尼恩赐的牧者在做这代志的时阵，你若是初次接触的人你一定会有很多疑问：这样对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应该吗？这样是真的吗？来，我们来想看看我们来印证看看，跟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节里面有没有类似？有没有类似？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因为发现说，恁这门徒恁讲的口音明明就是加利利人嘛，意思是讲因咧讲的话，迄是足真实的啦，你了解无？安尼我问恁那如果一个牧者伊徛伫讲台顶，等于安尼甲你看的时阵，他是领受圣灵的呼召感动的时候，他突然间讲出了你的心里面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是真的？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大可以应该是宁可相信不可信没有，因为至少他做的事情不是伤天害理，这第二个他也不是你心里的。对，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
或许一开始你接触的时候，可能会就像是这些人一样，他们是抱持着，那样啊，伊不是那人吗？其实他们是怀疑的哦，他们是怀疑的。可是这里为什么这个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些画面、把这些真实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其实这在人的信心的里面，也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在看待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从这些事件的发生里面，都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的结果。好，后面12节，众人都惊讶猜疑，注意看到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笑哦，有人在起笑哦，啉烧酒醉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一天我们看到那个有没有？有人在那有没有像酒醉？有没有像酒醉？有像酒醉啊！圣灵充满就是这样，有这个只是现象之一，只是之一。注意哦，他为什么说就像新酒灌满一样？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意思是讲因啉酒哈，啉甲酒醉了。好，那醉酒爱记哩，我感觉伊伫遮记录无啥像，圣神充满甲酒醉的人是无同款的。酒醉会互人安怎？会互人放荡。但是呢，耶稣自早以前就拢咧甲咱讲，爱听候什么？听候圣神的感动。这是真的。咱来看圣经站哈，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哈，第24章第49节。24章49节。24章49节。上最后一句，最后几页了哈。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下来所感动人、所带给人的能力。好，那你们要怎么样？之前一句话，你们要在城里怎样等候？好，所以呢，圣灵，耶稣是教导，这个是耶稣，耶稣显现之后告诉门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也应该要学习？因为耶稣死后复活，显现给门徒看，不也是在教导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要等候啊，要领受圣灵啊。所以基督徒长老教会的人可以说不祷告、不领受、不等候吗？那是灵恩派在讲的。我每天安尼服侍上帝，这我应该做的。其实我都觉得不对，颠倒了。你做事情不是领受圣灵所来的感动，好，真的哦。如果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把这个顺序重新调整一下，那我们在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为自己做，你不是听好，你不是等待讲上帝安怎跟咱比班。所以在那个过程的中间，耶稣在讲安怎来听好，然后等待那个对顶面落来的溃烂，注意哦，那是有差别的哦。你要听好顶面落来的溃烂，就是讲你有咧祈祷无？祈祷的中间去听好说主啊，圣神的溃烂感动我要做的这代志需要你的溃烂的帮助。好，自然在那中间你无形中间，你就知影有智慧开始咧充满你帮助你，知影要安怎去计划，爱了解吼。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个人伊若咧讲话，你也听到伊一个信徒伊若咧讲圣神咧免等啊，咱就是安尼来做，安尼来做，安尼来做，你会发觉迄个过程的，你会看出一个信徒伊咧做工课，会成事啊，袂成事，真正好。所以咱了解这个差别伫倒位，所以咱要安怎看出讲咱做毋是为着家己，是咱着爱较侪听好。所以牧师其实做期待讲，咱论传小组，还是传任何活动，咱拢爱当做伙组织，做伙祈祷，做伙出发，譬如讲小组要开始，咱嘛有机会。我会记咱有一摆来做小组，我慢慢甲咱讲过。咱要祈祷时，咱嘛当安静先听5秒到6秒。你感觉伫祈祷的中间？
安尼安静拢莫随讲，有无？我捌拄过，我捌经验过有迄有诶长辈吼，伊咧祈祷是等好10几秒哦，然后我目睭拢拍开啊，啊伊要讲也袂啊。伊咧烧，你想？毋是，祈祷什么？伊咧听候，因为当伊话开始讲的时候，哇，充满我感动，迄真正是听候所得开所讲的祈祷，所以是无共款的，以我哦，迄是无共款。以我过去的祈祷的经验吼，上帝超祈祷非常济。我过去几件23年，你要到祈祷当上帝祈祷，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安尼。你袂使凊彩讲哦，我像安尼普通祈祷话，你本身来讲，你要搞上帝要求啥，要讲啥事啊？是。本身你起身你都要相信讲上帝啊！我即摆甲你祈祷，你英文来我祈祷，你安尼你才有法通得到祈祷啦。你袂使讲哦，我为了正当代志要祈祷是讲哦安尼怎安尼过，我照我意思安尼讲迄个。所以某种咧，伊咧讲的是一个信心。对啊。吼，伊是伫信心的内底，清楚知影讲信心咧带领，伊要安怎来祈祷。所以这是一步，伊讲着，嘛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啦吼。来，咱搁来看一个以弗所书吼，咱来看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吼。最后吼，咱紧来看一下哈。第5章第8节，8节。性情充满，无性情充满的差别，跟烧酒差别是这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了解了。好，所以呢，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从刚刚使徒行传就看出了，好像醉酒一样，他们以为他们是不是醉酒了？好，有无？唔捌性情充满的人，因为亚做是啥？伊是酒醉。好。啊，若认捌性情充满，就会知影伊所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好，好，安尼咱搁另外，咱来看最后哥林多前书第2章12到14节。子安，我是最后是第1章还是第2章？哥林多前书，最好看起来不清，没有。好 ，OK， 那没关系。好，安尼把紧。好，所以咱今仔日呢，咱对这段圣经，咱有清楚了解，性情充满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拢爱领受的，对吧？好，然后温数无共，好，讲方言呢，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的，爱了解啊哈。所以做简单呢，做清楚，但是你若你也在追求讲方言的温数吗？可以的，还了解哈。所以呢，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操练啊，好，因为就是说，其实说方言到底它的用处在哪？好，其实我们可能会比较纳闷的是，认为说，那我为什么要求方言？对吗？好，到底要做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咱圣经咧，保罗是真，保罗伊真清楚甲咱讲。讲咱讲方言是跟咱一条跟上帝的关系，啊你关到房间来讲哦，你跟上帝讲哦，你袂使去教会公开伫咧讲方言，人讲你笑。可是意思就是安尼啊。可是我想要问各位哈，人讲你是当地的笑诶。你们觉得一个有领受方言的人哈，他会有什么改变？我觉得他会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会晓讲方言的人哦，讲的事体啊，我简单估一下咧，早有无相款的人，因无相款的场合，无相款的所在，对无？因无法当去甲因讲福音，所以就互因用这个讲方言。但是我感觉即摆人有即摆人的方言啊，少年人，恁敢有法当直接？当这个囡仔伫恁面头前，你会发觉有影呢？像我即摆即个会，子安的时阵，甲搁较我有阵是有诶物件，我已经开始跟他们有一些脱节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方言其实我感觉上重要是咱伫
求讨这温书能力的中间吼，讲方言的时阵，咱会当有智慧去了解，有侪无相款的人伊的需要欠缺是啥，你会当了解。啊，我会感觉讲，这个方言较毋是讲你一定爱。我甲你讲啊，咱已经误解迄个5分节吼，迄信道里内面咧讲方言的代志，人迄信道咧讲方言是讲地方的方言的，毋是像咱咧你后不想对一国的，人迄是咧讲各地方的方言，腔口。是这种火焰，就比较的不讲哦，比较的会哦，比较不明，他们没有明确哦，就是说他只是告诉你说，当他圣灵下来的时候，他讲话就如火一样，像火也是一种的，大家人会讲的中间，咱像会讲的基督，大家人方言祷告里面，它就是一种现象，但是这个也没有去解释，包含圣经，包含很多神学家牧者，我也是听下来。然后大家都方言，祈祷的时阵，然后这个像这个这差的时阵，说实在的，5摆就听有。不是听我没办法祷告，你知道吗？太吵了，因为咱是等于细汉，拢是踮到教会团到即摆嘛，我们在祷告就是安静，就是迄个啥，就是。他上帝一个特别咱的心态，上帝连接在一个祷告。然后就是很吵的，我不知道了。我唔知恁是安怎，我大概应该我无这种吵的那些，我不知道啊，在那个场所。咱个无准这，咱个信徒讲的，边个人讲各地个腔口，会听有诶。来，咱先做一个结束祈祷吼，咱等下再来，若要讨论，咱再来讨论。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你的话语，搁较深来认捌，伫阮生命中间所爱领受着圣神的感动的馈赠。祝阮在阮一生的年日领受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阮嘛爱求讨，阮对天灵落来，伫听候的中间来听候对天灵落来圣神感动的馈赠，互阮的生命会当继续为主你来做圣工的路用。祝阮知阮所做的工课拢真要紧，但总是阮需要伫祈祷中常常安静家己，来领受智慧的馈赠，是对圣神来，对圣神的感动，常常求讨圣神的馈赠，互阮伫安静的内底，知影要安怎样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祝愿上帝你带领阮伫头前的道路，还有侪阮爱学习突破的所在，恳求上帝你继续来牵阮的手来行。牵阮的脚，牵阮的心，牵阮的嘴，牵阮的全人，每一个人成做一体，来建造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阮伫你面头前，将阮要倒转的路站，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将平安赏赐互阮，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